一般游客要去太湖，从市区可以经过拱桥，来到太湖第一名胜之地的源头渚。不信您看，太湖夹绝处的刻字，不是很明显的提示吗？据说要欣赏太湖风光，源头渚就是最好的地方，这儿还有事实证明呢。包韵吴越，呈现在眼前的这4个大字儿，包蕴了涵盖了春秋的吴越两地，这种大气魄有多么的雄伟啊！有机会站在源头渚这儿拍张照片留个纪念，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看，欣赏欣赏，那可真是可以好好的炫耀一番呢。源是龟的一种，也可以说是大型的龟，渚则是水上小岛的意思。这座铜制的龙头龙尾龟身的源的所在地，就代表是欣赏太湖风貌的绝佳之处。遨游太湖，站在此地，可算是一览无遗了。湖边上这么多人，他们湖的小船，还有渔家在撒网打鱼呢。在太湖上打鱼可是有规定的哦，渔民要有打鱼的身份证明，打捞的渔获呢也是归为国有的。乘坐小船游太湖，乘客要是按照规定付费以后，可以享受所谓的船餐。除了特制的美食点心之外，当然还会有现场打捞上来的新鲜鱼虾，不过还是要花钱预定的。太湖水上的这种水草，据说它有特别的功能。太湖里的鱼虾、水产都会利用这种漂浮不定、随波逐流的水草来产卵生育，传宗接代的。您说这个大地造物是不是各有其奥妙不同呢？看看手掌上这些全身透明的小鱼儿，这就是太湖3宝之一的银鱼儿。这种小银鱼儿品质细致而鲜美，离水就会死掉。听当地渔民们说，太湖水产非常的丰富，专靠太湖水产生活的人家也很多。太湖的水产一年4季可以说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太湖是我国5大淡水名湖之一，面积有2460公里，号称36000顷，跨越了江浙2省，所以会有包韵吴越的美称。湖里有大小岛屿48个，连同湖边4周的山峰、半岛，号称72峰。远远望去，水面上是太湖的人工养殖场，一片片一方方的，很像陆地上的稻田似的。近些年来，太湖里的水产也有很多是人工养殖的，这
这种景象配合着四周的湖光山色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儿。这儿是国营的农贸市场，是太湖当地的农渔产品的交易场所之一。据说太湖里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干净，还没有遭受污染。经过太湖水的灌溉孕育，生长出来的蔬菜等类农产品都特别的鲜嫩可口的。这能也是我们传统强调所谓的乡里水土吧。这一斤多少钱呢？果然呢，看他手上拿的这种小黑鱼儿，就是太湖的特产。从湖里来的。我们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，他说是河里来的，水里来的。这您说这还真明白呀？他不说我也知道是水里来的。步摇连楚，烟光直过吴。乾坤万里阔，不弃阮生孤。无处不是